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吼。虽然安尼天气安尼最近安尼变来变去吼，毋过咱拢有伫主的上帝保守内面吼，会当伫礼拜日来到伫主的面头前来遮当敬拜上帝，这是咱上大的福气吼。你有看到咱今仔日有布置这个蜡烛无吼？这就是因为咱进入，特别是到圣诞节进入伫迄个大降节吼，咱要来迄个止息吼，才有几啊息吼，就是止息，就是因为咱要准备心、悔改的心吼，警醒咱家己，来准备迎接咱的主降生的日子啦吼。第3礼拜就是即个粉红啊色的吼，就是因为咱是伫罪中，因为主耶稣为咱来受死，甲咱对罪中甲咱拯救出来吼，咱真喜乐有盼望吼，迄个白色就是咱的圣诞节到啊，圣诞节到啊吼，就是因为白色就是主耶稣诚做咱世界光吼，是咱的光所以咱准备伫大降节这几礼拜中间吼，咱准备心用等待咱的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伫遮来安尼准备心啦吼。好咱特别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你诚做阮的帮站，伫引带阮，伫带领阮。虽然阮徛起伫即个世界有时嘛会陷落伫即个罪恶中间。虽然阮的心内有主耶稣，你诚做阮的主，总是阮生活伫即个世界，阮有时也会忧闷。有时也会烦恼，当患难来的时阵，阮时常会陷落伫即个艰苦的中间。主啊，你帮助阮，互阮时时刻刻，阮拢要仰望你是阮的主，因为你将你上好的平安来享受伫阮的内面，互阮的生命会当诚做你所欢喜的器具。主啊，帮助阮时时刻刻真正是需要主你的话语，甲你的光来引带阮头前所要行的路。阮渴慕即个盼望，阮来到你面头前，主啊，你将阮世上的重担拢放落，互阮伫遮会当专心来仰望你，来敬拜主你。阮要开声伫遮要来学了主你。主啊，阮将阮的早起的敬拜，阮的所有的服侍，拢完完全全来奉献伫你面头前，当互你欢喜。主啊，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内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通过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感谢阿罗敬拜伊。请咱即马大家徛起来，甲你边仔人讲：主听你，我也听你；主听你，我也听你；听你，我也听你；主听你，我也听你。主足疼咱，咱还未出世以前就甲咱备办好势，互咱所住的所在是遐尼水。咱逐早起来，你有看到天空，你有看到这个原野，吼，咱目屎实在足福气呢。你知影咱目屎边仔有一条河吼，那个平原好漂亮哦，吼，咱早起时啦起来啊，就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甲咱备办甲遐尼水，吼对心内就要感谢主这么疼咱，吼。咱即马来吟一首，吼，为着美丽地面，为着灿烂的亲情，为着咱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咱对心来感谢主，吼。为着美丽
对比，为着灿烂的气息，为着咱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白兄弟万罪下，我了请护你尊名。我若唱歌有落时吼，禁不住，禁袂调，手就举起来啊啦！恁手会举起来无？手举起来唱看觅咧，无共款。来，即摆来唱啊！手举起来唱啊！为着美丽的美，为着灿烂的气息，为着万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白兄弟万罪下，我了请护你尊名。手举起来唱有共款无？无共款，足欢喜的吼。咱嘛会当拍手赞美神，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常常会艰难困苦，但是你也会记哩，主足疼咱。我常常在想，你有看过一幅图，迄幅图面顶有主耶稣，边仔有真侪小羊，主耶稣的怀中有一只小羊，有没有？那只小羊就是你啦，也就是我啦，你得安尼想呢，主足疼咱呢，当咱拄着艰难困苦时，毋免惊，主保守咱，保守咱亲像目睭顶的目睭人呢，会顾守咱伫伊稳泊的所在，咱即摆来吟诗学了主，主耶稣疼我，对咱还袂出世就疼咱啦，伫巴肚内就疼咱啦，呀，手听我呀，手听我，你关心的我，出去入来都得去啦，是去了无算，呀，手听我心多欢喜。这首诗8/6拍子，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在跳舞呢。你有听想到讲啊，我是主耶稣怀中的那只小羊，对吧？我咧艰苦，心咧艰苦，拄着忧闷的时，主抱我安尼咧摇啦，主甲咱摇，摇起咱，带咱，疼咱，所以咱拢毋免惊。虽然我即马已经70、80岁啊，毋过伫主的眼中，原来是小婴孩呀，原来是细汉囡仔。主耶稣讲，恁着倒转来，亲像囡仔，对无？咱着常常亲像囡仔，伫主的面前，啥物拢通甲伊讲，毋免惊吓，搁一遍，呀，所听我呀，所听。关心的我，出去入来都得去啦，是去了无算，耶稣疼我心多欢喜。我真爱唱歌的时，拢会晓甲背起来。恁有背诗无？爱背起来，迄背起来诗才是你的。毋通讲要唱较紧，搁摕圣诗，安尼
迄个灵感无去啊啦，吼，爱甲背起来，像即首诗了，甲背起来。哦，你常常去散步的时，你嘛会当一边散步一边唱啊。耶稣听我，哪行哪唱，足好个呢。俄罗斯的诗，大气力就来了。我即马要讲一项，恁会救金无？恁暗时困会救金无？袂哦，恁还太年轻了。我暗时困会救金，这骹吼对面顶安尼救甲下骹去，哦，足疼的呢，半暝呢，要安怎？要救啥物人？医生哦，医生我无伫咧，要救啥物人？救，咱的主耶稣啦。我就讲主啊，我足疼的啦，求你救我啦。一个声就甲我讲：你学了主啊，你学了主啊。迄阵你要过去摕圣诗来不及啦，对无？嘿，你较紧的唱着啥物诗？耶和华我经过石盘，万丈我，你会晓唱无？搁在关大宝所在，扶持我。世情危险，那阵风雨，主必伸手，踏实扶助，点你时的安稳照顾，延保护。你知影真奇妙？我唱这首诗了吼，那像闪触电，知无？触电啪一下，感谢主。所以你们呢？咱常常爱将诗歌背起来，知无？常常爱吟诗学了主，因为咱的诗歌唱落去吼，黑暗的关界拢离开了，袂当来甲咱照料。咱学了主，有这款的经验无？有无？有，感谢主。无经验的人，今仔日开始甲经验，好来，咱即阵要礼拜吼，求圣神来临在伫咱的中间来教示咱，来唱第三首，恳求愿望主显示。点心充满我，恳求愿望主显示，点心充满我，普世所作断言永永。献心的高会，无言高最高，掌管尽心救下雨，何无撒天堂，一心强逼。请咱大家闭办心，进入咱今早去敬拜。
耶和华要常常引带你，伫抗旱的地，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你要亲像灌压的园，搁亲像流袂干的水泉。即摆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370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心感谢快乐来欢迎。当八饼捧杯来庆贺，主所留模样咱着学。主耶稣过活，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饼。圣诗370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心感谢快乐来欢迎。当八饼捧杯来庆贺，主所留模样咱着学。主耶稣过活，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饼。主耶稣过活，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饼。主基督互咱得合意。当这道尊叹伊宽喜，三祝福言行着端庄，听言话着用行动。主耶稣过活，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命。主耶稣过活，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命。了咱主接找咱去，只要以世界的轨迹，三听着让地位，主以马瑞里大位高，主耶稣过活，全地得传播真道真，主耶稣过活，全地得活命。逐位传播真道真饼，请坐。这是咱三甲来读尼西亚圣经，伫周报的第7页。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就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岛林内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是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当受敬拜，当受荣光。伊捌脱身体讲话，阮信一个圣。公道、属道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为着赦免的洗礼，阮期望死人过活来世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31篇，伫圣诗后壁面。启用文第31篇。也是诗篇127、128篇。
显着咱三甲来启用。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则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你。愿你会看到囝囝孙孙。这是咱国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名我要永远尊崇。主我上帝至权至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圣诗248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至权至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期待面对彼道路，你的权能是归团，我要受你。请坐。就是请咱大家闭眼心，仰头来祈祷。三位一体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赏赐阮一礼拜平安。主啊，阮也要感谢你，伫2000多年前，你差遣你的道成圣子耶稣基督。来到阮中间，牺牲家己的性命，留宝血洗清阮人类的罪。阮当才有份来到你的面前，成做你的囝儿，来得到永远的活命。主啊，阮要大声
来感谢俄罗斯。今仔日是抬杠节第一主日，主啊，阮兄弟自入伫你设立已经130年的文山教会来敬拜主你。主啊，阮知文山北沙这地区，阁有足侪人毋捌字，但是主你会听幽怨怨恶伫咧这个地区。你也为阮备办了科牧师，伊要伫咧这个地区来兴旺主你的福音。求主你保守伊甲阮正会友同工，这个圣诞欢乐快乐的时刻。求主你也互兄弟姊妹在筹备圣诞节的逐项事工顶悬，拢有主你的神运行。互各团契同工心灵拢勇壮，愿将这一切归荣光互你。北中妇女事工伫个即礼拜，嘛要召开年度感恩礼拜。求主，你甲教会内底遮姊妹伫地保守妇女事工一切平安顺利。阮教会嘛有计划要来买牧师馆，求主你感动兄弟姊妹，尽咱逐人的本分。虽然咱逐人的力量可能无介大，毋过求主你帮助阮，阮相信，阮小小的力量一定会使成做主你大大的力量。只要阮尽心、尽意、尽力，主，阮知你一定会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代志。咱教会内底也有侪兄弟身体欠安，也是讲今仔有代志，袂使到咱中间三教来聚会，嘛求主你来帮助因、纪念因。阮将今日礼拜为头到尾，拢恭敬交代伫主你的手。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听阮祈，主听阮祈，主听阮祈祷，想思阮平安。阿门。好，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约书亚记24章第1节到第3节，阁有14节到25节。伫个圣经旧约257页。圣经约书亚记24章，现着我来读。约书亚记24章第1节，约书亚组织以色列正支派到伫示剑，调以色列的长老，甲因的族长、审判官以及官长来，因就徛伫上帝面前。约书亚甲众百姓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在早恁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的老爸、拿霍的老爸、他拉踮伫大河迄边，服侍别个上帝。我处恁的祖亚伯拉罕对大河迄边，带伊遍行迦南全地，搁互伊的子孙做做，用以撒赏赐伊。14节，当恁着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甲伫埃及所服侍的上帝拄去，来服侍耶和华。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着敬恁所要服侍的，看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服侍遐的上帝，也是恁所徛起
因会对阿摩利人遐个上帝啊，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百姓应讲，阮决断无意思要弃杀耶和华去服侍别个上帝，因为耶和华阮的上帝捌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出来，伫阮的目睭前行遐个大的新业，伫阮所行一切路所经过的，逐国拢有保护阮。耶和华也伫阮的面前赶出拢总的百姓，赶出徛起伫即个所在的阿摩利人。所以，阮也要服侍耶和华，因为伊是阮的上帝。约书亚对百姓讲：恁袂为服侍耶和华，因为伊是圣的上帝。决断无永远用别个上帝匹配伊，无要赦免恁的过失。恁的罪恶，恁若离开耶和华去服侍外邦的上帝，耶和华伫降福气互恁了后，要挖转来降灾的互恁，袂无恁。百姓因约书亚讲：无啦，阮定着要服侍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讲：恁敬耶和华要服侍伊，恁家己做恁的干净。因应讲好，阮做干净。约书亚讲：恁担着除去恁中间所有外邦的上帝，互恁专心归应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百姓应约书亚讲：阮要服侍耶和华，阮的上帝，听叹伊的话。迄日约书亚就甲百姓立约，伫事件甲因设立律例法度。读圣经到遮，下面请双副团契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
下面咱请柯牧师来讲道，伊今的题目是“我伫遮，我愿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甲咱做伙组织，伫大港节的第一主日，甲大家做伙来备办心，来听候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伫今日要分享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阮感谢你。顶大港节的第一主日的时，阮组织，求你信心甲阮伫地。互阮备办家己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求你甲阮同在，互阮伫大港节的节期中间，阮会当完全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帮助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以外，会当搁深深甲你做一个结连。愿主你亲身带阮头前的每一步、每一个路。互阮行伫你稳定的道路顶面，只是恳求信心运行伫阮中间，互阮的心拍开，领受你的话语，互阮得到主你的帮助。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题目是我伫遮，我愿意。我要问一个问题：咱伫当时会讲我愿意？水。真正是结婚，我第一个就写结婚。我借问一下，咱中间偌济人伫咱礼拜堂内面结婚的，举一个手我看者。我也袂少，请放过来。除了结婚这个真重要的时刻，男女双方徛伫十字架前誓约，讲当牧师咧问讲。你有愿意要嫁予这个人？你有愿意要娶这个人的时阵，恁会记你迄阵的回答是甚物吗？拢是我愿意。还佫一个状况是，当咱中职也是牧师就任的时，咱嘛伫即个所在讲我愿意。其实伫咱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咱拢定定会讲我愿意，也是讲好，也是讲答应人甚物款的代志。每一届当咱咧答应，每一届当咱咧讲我愿意的时阵，其实咱咧想，当咱讲我愿意了后，后壁日子才真正开始。这个我愿意背后的意义是甚物呢？到底每一届咱讲我愿意的时阵，可能有无共款的代志，有可能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讲好，我要买，这个就代表。什么款的意思伫内底？今仔日这段经文主角是约书亚，所以咱对约书亚来看，当少年时的约书亚，伊本底伊是属地以法莲支派，伊的名是论的后生叫何西阿，这是原本约书亚伊的名。当12支派准备要进入到迦南地时，伊互人拣出来，拣出来了后，摩西伫上尾圣经的记载讲，摩西称伊做约书亚。所以到底原本伊的名何西阿，甲伊咱知影的约书亚，迄名有甚物款的无共吗？何西阿伊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愿望。所以当摩西甲约书亚讲，你后摆名叫约书亚时，代表着伊的名。伫原文的内面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的救恩伫即个中间。所以约书亚派着即个名的背后的意义，来向前继续行头前的路站。约书亚互选做摩西的继承人，伊接续摩西来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摩西无法度入去。总是约书亚派着这个使命，带着以色列百姓向前行。摩西带百姓伫旷野行一年，搁一年，拢总行了这段时间了后，当约书亚伊带百姓伫迦南地来徛起，因的生活的形态完全的转变，因
真正开始定根伫即块土地顶面。总是伫圣经内面，咧讲的即两个摩西也是约书亚，即两位拢是听趁上帝话的人。安尼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约书亚记上尾，所以当约书亚将遮的族长、遮的官长、遮所有人叫来的时阵，叫到实验即个所在，实验伫即个位，因将伊 call 来，甲因讲：恁拢来，我有话要甲恁讲。所以当因徛伫实验即个土地的时阵，为什么约书亚要选择即个所在呢？实验伫迦南的中部，是一个真有代表性的一个所在。咱若对创世纪来看的时阵，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时，伊上大先伫实验即个所在来设一个祭坛，向上帝献祭。当雅各全家转来到迦南地的时阵，伊伫实验即个所在拄偶像，以及当以色列百姓约书亚带因入去到迦南地时，嘛伫实验即个所在，向伊讲遮的律法条例。所以实验对以色列的人来讲，是一个真有纪念性，以及真有历史传统的一个所在。当约书亚将因靠伫实验即个所在了后，伊开始诉说一寡历史，因为伊准备要交接啊。所以伊咧讲即个历史的时，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咱会当看到伊对古早开始讲。伊讲早前恁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甲拿鹤的老爸塔拉，伫大河的迄边咧服侍别个上帝，代表讲上帝开始伫即个历史中间一个起点，带以色列百姓一个开始，就是将因对河的迄边带因入来到上帝恩典的即个道路内面。所以伊讲，恁的祖亚伯拉罕对大河迄边过来，上帝开始甲伊祝福，祝福伊子孙济济。祝福伊有真多真多无共款的恩典伫即个中间。煞接，约书亚佫讲到迄个历史中间一个真重要的，就是伫出埃及即个事件。伊讲：我找摩西、亚伦，照伫我伫埃及所行的遮个事，将恁领出来。因领出来过红海，等等遮一切的代志，恁拢捌亲身看过。即个亲目睭看过，但毋是讲因即代人看过，是讲恁真正伫恁的历祖内面有经历过上帝即个恩典。煞接落来，约书亚继续咧讲的故事是现在。伊讲，当恁入来到迦南地的时阵，恁甲足侪伫在地的人咧争战。伊讲，我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我才伫恁的面前将因灭绝。当上帝安尼咧诉说遮个代志，互约书亚咧讲遮个代志了后，伊其实要表明的是上帝掌权，互因入来到迦南地的即件代志。这一切毋是恁去所做，这一切拢是我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所以上帝讲，恁早前赶出迄两个王。毋是用恁的刀，嘛毋是用恁的弓，毋是恁家己去拍正赢的遮个代志。因为我所享受恁的土地，我毋是恁家己去整理出来。我享受互恁的遮个城，嘛毋是恁所起造的。恁住伫即个中间，恁所食的、啉的遮个葡萄、遮个橄榄汁，遮所有一切。拢是我享受互恁的。各位兄弟姊妹，那咱文山教会咧，130年的文山教会，其实咱嘛咧诉说历史伫的。
即个历史，我对总会网站，我对昨咱有开会中间摕到一本110年的纪念册内底，我甲看到咱迄阵咱的陈牧师甲苏长老所写的即个历史，伊分做福音的开始，伊分做福音的传入，教会建立、形成时的即个震动。安定中的成长，真大的篇幅是伫个建堂的即个奇妙的代志顶面。所以，当这个代志毋知咱一步一步咧诉说的时，咱知影偌济呢？福音的开始，咱知对早时，咱对网站顶面会当看到真侪文字的描写。早前咱的祖先对即个所在。开始听到福音，伫新店的屈笑这个所在，听到马街牧师所传的福音了后，领受，然后自一会。这个时期大约是伫1878年这个时间。真重要的是，这中间我看到咱的记录内面写着这段圣经节，伫马太福音11章内面所讲的，来吧。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这个真做一个真要紧，咱文山教会开始领受上帝话的一句话。这句话毋知伫咱的心内有产生什么款的反应无？教会建立，咱知对1891年，可能这历史的资料有一寡淡薄仔出入。总是伫差不多迄个时期，咱的祖先来到即个所在，开设了咱教会。所以昨有讲要重新用数位化建立迄个红砖教堂，等等遮一切的代志。总是这是一个历史的纪念的时，互咱一届搁一届咧看到上帝安怎引带。形成的时，嘛拄着真侪困难。咱对台北中会的分开，对北京教会的合并，等等这一切过程中间，咱有经过一段时间，咱无传道者来帮助咱。这个正当的过程，嘛一步一步行过了。建堂是咱真重要的一个历史会当描写的一个时间，一届搁一届，咱看到。这个建堂经过12年的时间，咱即时阵才有法坐伫即个所在。一届搁一届的这建堂的奇妙，上尾到1988年，咱献堂。经过这历史的诉说了后，咱停伫110年的即个时间。今年130年，伫这20年的中间的历史，咱有继续来诉说无？2020年的咱徛伫即个所在，当咱搁一届自集的时，咱咧想的是，咱要安怎来庆祝130年？咱咧想的是，咱要安怎互人知影文山教会伫即个地区的影响？将多谢长老的分享中间，互我知影讲，对规个目沙地区的一个。形成目沙地区的建立，咱文山教会徛伫一个真重要的位置伫个。那呢，2020年的时，咱会当做什么呢？咱会当做什么呢？所以，当约书亚继续咧甲百姓一个问答的这个过程中间，咱会当看到约书亚伊的心可能真着急，所以伊甲百姓讲。你即马爱敬畏耶和华，你爱真心心实意来侍奉伊，将恁伫大河甲埃及遮的你所过去所拜遮的神，爱甲拄起来侍奉耶和华。若是恁俩做侍奉耶和华无好，恁会当做选择，恁会当选择讲你今仔到底是要侍奉什么人？你是要侍奉恁列祖早前伫大河的迄边？遐个神呢？
也是恁要徛起伫即个所在，遮阿摩利人所敬拜遮个神呢？约书亚互百姓去选择，总是约书亚家己宣告安尼讲：，伊讲我甲我的厝，阮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上帝。这是约书亚伊本身的选择。百姓的回答是安怎？百姓的回答是讲：，阮决断无要离开耶和华上帝。等于讲，我决断无要离开耶和华上帝时阵，因为佫有一个说明，因为听到约书亚咧诉说过去的历史了后，伊讲，因为咱的上帝将阮的列祖对埃及领出来，阮经过遐个大训练，经过遮真多的代志了后，耶和华上帝犹原保护看顾阮。这等于百姓因信任、因明白、因知影耶和华上帝保护甲带领。伊佫讲，耶和华将即个所在遮阿摩利人，拢对阮的面前赶出去。百姓经历过上帝的作为，所以伊讲，我毋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伊是我的上帝。这是百姓的回答。总是约书亚对百姓的回答有一寡疑问伫的，因为伊讲你袂当侍奉耶和华，因为伊是圣洁的，伊是看迄个歹的上帝。你若安尼在做的时阵，你佫反倒转，无要佫信任耶和华是恁的上帝时，那呢耶和华上帝会处罚恁。所以这是约书亚对因的回答的时阵，因的怀疑。所以约书亚甲因讲：，你若离开。你佫去活倒转去侍奉别个神的时阵，耶和华上帝是会生气的，互因知影讲，迄个生气是会将因灭绝的。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伫迦南地内面的生活，本地伫迦南，都有别款的生民伫迄个所在，百姓会受到影响也袂？我想家少少拢会受到影响，有的人真正会离开。所以百姓的回答讲：我要侍奉耶和华。伫约书亚的心内，伊咧想的是：恁莫因为我真摆甲恁讲遮个代志，互恁知影过去的历史了后，恁真冲动咧讲好，我愿意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无希望是因为安尼情形。所以，当百姓搁一届咧回答约书亚的时阵，伊讲：无，阮一定要侍奉耶和华。这真重要的头前的讲，这无，毋是安尼的，是百姓咧讲约书亚，你拄则讲的遐个代志是毋对的。伊否认遐约书亚的指控，要消除约书亚的怀疑。所以，因真坚定、真决断讲，阮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上帝。百姓决定是安尼，百姓决定我要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真清楚，伊讲：你家己选择耶和华，爱侍奉因，恁就彼此做见证吧。因讲我愿意，伫即个时刻，因讲我愿意。是一个真肯定，讲我愿意安尼来做。百姓的回答，互因知影明白，因要侍奉的耶和华，才是因真正要选择要行的路。所以约书亚讲：恁已经安尼决定啊，恁就要专心归向耶和华。这时百姓讲：阮一定要侍奉耶和华，阮的上帝，听叹伊的话。一个讲我愿意，要经过3届的过程，一届搁一届，约书亚会确认，确认了后，明白因就要照安尼去行。因知影过去的历史，因知影因所做的决定。伫咱的生活中，咱是毋是嘛定定咧做选择呢？今仔日咱可能要买一个物件，咱开始咧比价，尤其即马讲。黑色星期五，有足侪
物件咧促销，你就会开始比价。你比价时阵，你会收集真侪的资料。这个资料包括这个产品、这个介绍、这个产品有效我用无？我是毋是需要伊？然后你会分析讲这个产品对我到底有啥物款的帮助，会互我的生活搁较好袂？然后你会判断我要买也是无要买。你的判断就是选择，我要安尼行也无。其实咱的人生，都是一连串的选择所结连起来。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所做每一个选择，你的决定，就甲你的生活连起来。这个决定有可能影响到你后壁的决定。总是上帝互咱不断伫咧选择中间，咱来向前来行。选择卖当讲是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甲方向伫的。我知影我选择这了，我就向前来行。我知影我选择这了，我以后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无共款啊。选择真重要，所以约书亚伊当伊甲百姓讲了后，伊直接宣告伊家己的选择是：我甲阮的家，阮拢要侍奉耶和华上帝。我甲阮的家，拢要侍奉耶和华上帝。百姓的宣告咧，百姓头一届的宣告是真简单，讲我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伊是阮的上帝。第二届的宣告是我要侍奉伊，总是伫第三届有无共款。伫第三届，除了讲我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以外，后壁加了一句：我要听叹伊的话。各位兄弟姊妹，当咱做一个选择了后，咱要听叹伊的话，有困难无？有。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常常有真侪上帝互咱的自由的意志，互咱会当去决定我要安尼行，抑无安尼行。互咱做选择了后，咱永远会受到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咱会袂记得咱所做选择这个目标，咱袂记得咱爱听叹上帝的话，咱袂记得讲咱爱交伫上帝手中，互咱会当向前来跑走的这个决定。所以约书亚爱百姓立约，用石头来立誓约。因为伫迄个时阵，用石头立誓约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这个石头所代表是一个永远袂改变的记号，互因明白了解，当因袂记得甲上帝所立约因所决定的这个代志了后，因爱转来到这个所在，搁一摆看到这个立约的过程。所以立约，伊讲这个石头会当为恁做见证。用石头做誓约，伫约书亚记内面有7摆，这个是第7摆。所以早前咱无论看到约书亚记中间的立约是安怎，今仔的立约是我愿意，而且我要遵探伊的话。咱伫当时会甲人立约咧，有可能咱买物件时阵，就是一个立约。有可能咱决定要换一个手机的时阵，咱就立约；有可能伫咱生活中，咱甲人讲好，咱伫当时要见面，迄就是一个立约。少年时阵的约书亚，伊圣经内面无描写伊安怎甲上帝立约。当伊带百姓进入迦南地时阵，嘛无真明显写讲伊安怎甲上帝立约。不过，伫即时的约书亚，当伊人生到上尾站的时阵，伊甲上帝立约，伊宣告。伫圣经内面出埃及的百姓，嘛无甲上帝立约。摩西伫旷野的时阵所带迄张百姓，嘛无立约。但是伫即个时阵的百姓，甲上帝立约。约书亚的回应，百姓的回应，其实这拢是一
真要紧，伫咱信仰内面，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要安怎？甲上帝讲，我愿意，我要侍奉你。那呢？咱的回应是甚物呢？咱的回应是敢若讲，我选择了主，我相信你，了后就无我吗？咱的回应是甚物呢？搁一摆转来到实验这个所在，圣经带咱转去到几千年前，约书亚百姓所讲话这个时刻，上时嘛是咧对咱讲，咱就爱转来到上帝迄个永远未改变的约的内面。上帝直接甲咱立约，毋是咱甲上帝立约。当约书亚百姓因讲我要侍奉耶和华上帝时，其实因是咧回应上帝。但搁一摆转来到教会内面的时，咱咧想，伫即个时刻，咱的回应是甚物呢？信仰是个人甲上帝之间的约。当然，我讲我愿意，背后的意义就是咱要听探上帝的话。所以我想，每一间奉上帝名所设立的教会也是机构，伫整个的教会历史内面，拢一定有上帝救赎甲恩典伫地。伫咱文山教会130年的历史的内面，咱拢嘛会当看到上帝掌权、上帝拯救、上帝恩典的喜乐，这一切的过程。述说历史是咧帮助咱以及后一代，会当看到上帝的同在，而且搁一摆坚固咱对上帝的信靠，互咱搁一摆会当来到上帝恩典中间，甲上帝搁一摆立约，行伫上帝心意的中间。当咱讲我愿意的时阵，当咱讲我愿意，我伫即个所在，我愿意，后壁所代表的意义，伫我来想，就是尊叹上帝的话。咱要侍奉耶和华，咱的上帝，咱要听叹伊的话。早前，咱的先辈，伊所领受的即句话，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来吧，所有路口背重担的人来到我即个所在，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咱会当思考即个圣经节对咱的帮助，帮助咱徛伫即个根基顶面，咱未来要安怎向前来行？我愿意听叹上帝的话，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阮讲我愿意的时阵，代表的是一个责任，代表的是一个契约，代表的是我要去执行。总是这个真重要的是，听叹你的话，阮常常会忽略。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会当知影，阮是软弱不足的。帮助阮会当听叹你的话，互阮彼此伫上帝你所设立的即间文山教会内面，阮同心合意向前来行。互阮听叹你的话，明白了解阮伫历史中间的过去，以及现在，以及未来。互更较侪人因为你，互阮的遮个恩典，阮会当甲伊分享，互阮会当将你的听，互文山教会所徛起即个所在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求主帮助，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唱回应诗圣诗第575首。圣诗575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
耶稣叫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跟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圣诗57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叫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无论拄着烦恼艰苦，还是行伫皮塔路途，无论海边还是山顶，当时阿为主愿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我踏春秋天主耶稣，我行天路自熬照护。世间好好，拢无定着自存成就看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真心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打救主常常照顾，受事信心负起头。到尾脚也是关系，真正是人得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请坐。下面请大家备办心来奉献。
请坐。这是请咱现开周报，我来做报告。伫咧报告的内省，咱现开周报第2页，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百姓因约书亚讲：“阮要服侍耶和华，阮的上帝，听探伊的话。”约书亚记24章24节。百姓因约书亚讲：“阮要服侍耶和华，阮的上帝，听探伊的话。”约书亚记24章24节。好，咱看隔壁呀。下周圣工分担，台语礼拜领袖是李思雨姐妹，司礼是苏坤龙长老，司琴是杨如玉姊妹，献诗是献歌队，司献是徐家韵执事、郑仁教执事，交台是郑仁教执事李秀凤姐妹、林春厚长老，音控是曹明祥执事甲周宏邦弟兄，讲课经理是徐一芬，是咱的神学生。好，来周主的内容，拜三暗时查经祈祷会，题目是陪伴一份安慰的力量。经文，请遐这家来参考。主理是黄传道，司会是张文林长老。礼拜日主理礼拜，主理是神学生一分。题目是为什么？为什么？按圣经甲圣诗，也请大家家己来参考可能看到这周报第2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今仔日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1主日，请兄弟陪伴心期待，耶稣基督的诞生。第2项是今仔真感谢柯牧师柯牧师莅临本会来证道，愿主祝福。第遮我代表教会甲伊谢谢。第3项，圣诞筹备会开会通知，下主日礼拜后12点半，伫咧1楼会议室要召开圣诞节筹备会，请咱同工出席来参加。第4项，妇女团契消息通知，12月5号就是应该是即礼拜要到南门教会来参加北中曙光年会感恩礼拜的姊妹爱注意这时间是咧12月5号拜六早起8点20，伫咧教会集合出发。第5就是爱恭喜12月生日的啦的会友兄弟，伫咧周报的下骹就指下骹有这名单祝大家生日快乐！若是无登记在顶悬的会使甲这干事俊成来订正。好教会集体交通有一寡身体软弱的兄弟，咱就三甲在祈祷内底，来为因祈祷纪念安尼。好，隔壁有这圣诞节的活动，迄时间兄弟会使来看第1项是圣诞节赞美礼拜，是12月20号，早起9点。第2就是迄个早起联合礼拜了后的下晡4点，咱要举办这圣诞节的庆祝舞会啦舞会庆祝舞会。第3就是教会报佳音的活动，是伫平安夜12月24号暗时8点。搁第4项是新农照顾中心咱要做伙来参加是12月27号，请兄弟来注意。奉献的证明嘛请兄弟家己来看，若是有出入，咱教会会计甲出入来订正。好，咱即摆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来的朋友。今天我们来欢迎那个许牧师，他们全家都有过来。那是请师母跟儿子，师母叫张雅玲，然后儿子2个，
叫许承恩跟许伯恩，非常欢迎牧师全家过来，谢谢。然后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廖胜利，请在前让他认识一下。那他就住在那个正大一街那边，然后那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会计师。OK， 谢谢。然后过去是在召会所聚会，那说以后有可能会常常来参加我们的。哦，好，谢谢，非常欢迎。好，我们很欢迎，真欢迎。好，即马来吟圣诗第395首，说明圣诗吟诗线，请科牧师来祝祷。我请咱起立。一心为愿感谢你，受你引带。三更，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仆，担着圣情，愿你所要我命真理，进我心内。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真正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慈爱甲疼痛，信心的安慰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一来三甲来唱平安礼吼，唱一遍啊，第二遍咱就三甲请安。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爱你。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人光明，因为耶稣人有国我的民心，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人的主听。耶稣咱业主注定，咱会使三甲请安哦。